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检院2日的助理逼出病例，接触者也已经有隔离，目前采检的人拢是阴性的，可能是在工课场所染到病。一礼拜内的境外病例拢是验出Delta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宣布讲要放任标准，这第2档做了后满5个月，就通好来做第3档咯。李家拉瓜宣布要甲咱断交，是隔36年后第2届断交，无到3点钟就和中国建交成立一中原则。指挥中心伫昨暗有公布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位伫12月初离开中检院的查甫研究助理，敢是咧 P3实验室感染着病毒咧，引起众人关心。指挥官戴世忠表示，相关的接触者拢有隔离要采检咯，目前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的。伊也推测讲，这个个案应该是伫咧职业场所感染到的机会有较悬，敢是去染到这实验室内面的病毒，明仔载检验就出来啊。中检院就以女性研究助理催告办事函确诊新冠肺炎，已经指挥中心紧急扩列采检相关接触者，目前有97个人居家隔离，1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应该采检的110人内面，86个人阴性，24人也搁伫咧检验。大部分人都有检验过是阴性，所以在往外扩大，在这个职场这里面往外扩大的可能性相对的低。那但是在社区中，因为足迹很复杂，那还必须要提高警觉。这位女性研究助理按16816，敢若是伫咧进行新冠肺炎实验的时阵无顺利去挖到。指挥中心初步认为是感染Delta变异株，验过个案讲有2遍和实验鸟鼠加掉，甚至因此感染，也怪等病毒数列比对结果出来。社区内相关的一些就是相关的确诊案例是0嘛，那他周遭的人现在有验到的那接触者验到的也是阴性，所以在社区被感染的可能性相对的是低，职场的可能性是高。外界好奇，动物敢会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指挥中心讲，去年11月，丹麦第一遍发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了传染给人的个案。尾啊，荷兰、波兰也类似情形。目前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有动物传染给人的案例。动物传染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我们还是会把它列入一个可能的来源之一。当然，就环境的部分，我们也会在做采检跟相关的调查来了解，说究竟这个实验室里头传染的来源是动物还是环境，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传染途径。指挥中心也公布3项紧急应变措施，包括成立专家调查小组，针对中检区确诊事件做外部调查。针对国内12间操作新冠病毒病原体高防护实验室，1礼拜内要完成现场查核，已经派人到事件现场的 P3实验室，甲相关公共领域进行环境采检。但是，两强调实验室的病毒株甲感染者的病毒数列比对结果，上近1礼拜6、11会出来，就让查清楚感染源是不是来自实验室。记者综合报道。中检院有一位已经离职的查甫研究助理去染到武汉肺炎。中检院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由院长廖准智来亲身对外说明。伊表示讲，伫10天内会交报告给指挥中心。不过，这个病毒的感染源也是行政管理出问题，这拢要经过调查才会了解。另外，也风声讲，这位查甫员工有去互同事霸凌，才会离开中检院。院长敢若讲，查甫员工有讲去受人霸凌，不过离开的原因，佫爱问详细。中检院前研究助理确诊Delta变异株感染源也无清楚，事件一直拖。隔一天，中检院7日召开记者会，院长廖准智亲身表示，会在10天内向指挥中心提交报告，并且调查这个责任的归属。我们 P3实验室都有很严谨的 SOP， 根据 SOP， 当然是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啊，所以说我们就要查看说是有哪一个环节出错。即要按照标准的流程，院长也强调，挖到机会无大，不过到底是倒位出问题，中医医工也伫调查。另外，这名女员工已经离职，有网友发文暗指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遵循标准的流程，伫工作上互欺负，北向顶司来申诉也无被处理。对此，院长证实个案确实被反映过。他确实有这个file 这个 complaint 说的有职场霸凌的状况啊，那基因体中心也处理过这样的状况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目前掌握的讯息是这样子。
另外，21个研究助理曝光200户实验的鸟鼠咬着伤，中研院初判分别是阿尔法和伽马变种株。另外，对着行政管理是不是有疏失，女员工离职的原因、病毒感染源是啥物，强调会透明公开调查，中研院讲也搁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研院 P3 实验室有一位查甫的技职人员去检到武汉肺炎。这实验室是伫咧基因体研究中心，今仔日规栋停办零零清清，颠倒是伫咧外口的行动体检车有一群人伫遐排队，是因为这个员工也拢烦恼讲，捌甲感染者做伙坐过电梯，所以赶紧来做采检。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中研院内面还佫有员工也别来注疫苗，后礼拜一开始会派人去到遐设疫苗注射站。本来消毒人员来到中研院人体研究中心来挖龙喷漂白水来消毒，因为为着病毒的离世女员工所工作的 P3 实验室，就伫这栋中心的7楼。这10/5规栋大楼停办一天，内底有66个人已经被送到集中检疫所来隔离，其他共栋的员工要328人来进行自我的健康检测。当事人是在7楼，我们是在6楼上班，所以会很怕，就是会有染疫的风险，所以就来这边测 PCR。应该是电梯吧，因为电梯是比较多人会去共同使用到的地方。采检车外口是排队排真长，早起台北市派出2座行动的检查站来进驻中研院。共同人员烦恼讲去画着，无共同的研究人员是烦恼讲，一个头前一个后壁去过活动中心来食饭，有卡抓定态的问题。中研院已经暂时将公共场所给关起来，人体研究中心来规3天，避免人员流动。这位她是打了2剂，可是她的男朋友只打1剂。那我们相信还有很多刚刚的年轻的这些在这边工作的人，他还没有打，所以我们礼拜一会疫苗跟采检一起来做。生物实验室依照有险程度分做4个等级。P3 实验室研究的就是亲像新冠病毒 SARS 等会对人类造成严重也是温床致命病毒。人员的出入对走廊开始就来进行管控，防护衫的穿脱这流程，照道理来讲有严格的标准流程。其实，在 P3 的话，就是一定是从事那种高危险性的实验，所以被咬到可能会比较意外一点啊。那一般跟实验有关的实验安全啊，然后意外灾害的处置也都是我们每年都有必须要上的。新冠病毒流行以来，中研院负担研究责任，实验室人员规工甲病毒来接触，发生画着的事件，院内员工也感觉意外。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控管会被重新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指挥中心伫今日宣布讲，过去1礼拜内，一寡带病入境的病例全部拢是 Delta 变种病毒，其中有一个是 Delta Plus。为着要防止疫情摊开，入境的 PCR 采检证明文件，拢限定坐混年期的3天内才算是有效的。这个政策也对12月16开始施行。另外，讲到已经做过2档疫苗的民众，而且这第2档做了后，满5个月后，就当来做第3档的莫德纳疫苗，来提升家己的保护力。国内伫咧过去1礼拜有19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指挥中心随即公布的上新基因定数，拢总是 Delta， 其中一例也讲是 Delta Plus， 这是国内第4例 Delta Plus 境外移入。包括一例是Delta Plus 这个是一个本国籍的男性，从意大利回国之后，在我们机场这边无症状脱衣拦检伫吹集境外移入的病例内面，有一例是自 Omicron 的高风险国家南非入境的个案。指挥中心讲，目前就疫调来看，这位病人伫咧南非有去过医疗机构，会特别注意。那最后定数是 Omicron 也未意外。而且，往年底有真侪民众的回国，再加上国内随后出现一位本土个案，为了要防止国内疫情蔓延，搁再调整防疫规定，甲3天内 PCR 检验报告，自原本的工作日改做日志日，本来是按算12月14就要开始实施，即马自16才开始。全世界现在大家事实上都把这个 PCR 3日内采检这个时间都是缩短，而且定义是严格。实施的日期从12月16号起。ยิ่ง南港 P3 实验室的人员做新冠肺炎实验的时阵，无顺利去挖到考虑的人数有到100人，为了要应付接触者集中检疫的需求，随后暂停春节检疫专线线顶订房平台，要甲量能拢留予双北使用。
那目前总量是48个所，5573间。到目前为止，完成订房大概有5582人。好，那但是除了这个春节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专案在走。那但是都会预留10% 以上的这个量能，因应这个国外 Omicron 的这个疫情，变种病毒的疫情。那我们也调整了这个房间的这个分配。让这些这个重点的高风险国家入境检疫可以使用。到12月初10，个人做过一支新冠预防针的比例是78.55%，做过2支的是63.25%。因应新增加的本土确诊比例，指挥中心宣布，12月初2开始，已经做过2支而且满5个月的民众，就让对家做第3支莫德纳疫苗。民众去做的时阵，要记查小黄卡、健保卡。并且一个评估的时阵，要说明以前做过疫苗了的情形，和医生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伫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尼加拉瓜，初一宣布成立一中原则，要甲中华民国断交。这是继36年后第2届甲咱断交，而且随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目前咱的邦交国只剩14个，外交部表示真遗憾，也随停止合作，撤离大使馆。总统蔡英文表示，面对外交施压，各种的恐吓，拢袂改变民主自由要走向世界决心。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s el único gobierno legítimo que representa a toda China y Taiwán es parte inalienable del territorio chino.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Nicaragua rompe a partir de hoy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Taiwán.咱国伫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初10向宣布承认一中原则，甲台湾断交，佮甲中国复交。这是伫2019年所罗门吉里巴斯了后，蔡政府任内第8个断交的国家。目前邦交国敢若剩帛琉、贝里斯、瓜地马拉等14个国家，大部分集中伫中南美洲。我国政府，我们只感痛心以及遗憾。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跟尊严，我国决定也从今天12月10号开始。终止与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们会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以及相关的援助计划，撤离我们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外交部表示，立刻停止双边合作，甲撤离大使馆。实际上，这已经是尼加拉瓜第2届甲台湾断交，头一届是1985年12月17，尾也是伫1990年复交，2届浪36年，而且拢伫总统奥德加主政期间决定的。总统蔡英文表示，面对外交压力，未改变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的决心。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吓，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坚持走向世界、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用尽各种手法，让台湾孤立。我们全国更要团结，让台湾不要被孤立。苏贞昌批评中国孤立台湾，不过同时也看到国际民主国家愈来愈支持台湾。只不过这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伫任内断交的第6个国家，那也立委要求吴钊燮落台负责。总统府回应，应该被谴责的是打压台湾的威权势力，不是辛辛苦苦打拼的外交团队。所以总统认为无清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国际情势顶面，尼加拉瓜甲咱台湾断交，咱港法都跋一岛捡到一只金鸡母咧。这尼加拉瓜甲咱断交了后，便到3点钟就和中国建交啊，而且双方阁签署联合公报，成立一中原则。中国外交部是真硬声，讲这是顺大势面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用声明来做批评，批评尼加拉瓜现任总统奥德加伫选举造假，也认为讲这断交的行为会让尼加拉瓜失去一个有才调友邦。美国用声明来挺台湾。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较无3点钟就快速甲中国复交。双方伫天津举行会谈，并且正式签署复交联合公报，承诺袂阁甲台湾进行任何官方的往来。中国外交部对这代志也真无虑，讲这是符合民心的正确选择。中尼复交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年福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声明，谴责奥德加大选是选假，行动无法反映人民意志。甲台湾断交决定剥夺人民伫民主甲经济成长上的坚持有判。真侪位美国议员也伫推特顶悬挺台湾。参议员斯考特批评奥德加无体，中国影响力就敢若甘情拖中南美洲。众议员法隆、麦克林拢讲，美国应该甲台湾徛做伙。En las últimas elecciones en los Estados Unidos hubieron acusaciones de fraude de uno de los partidos. 奥德加对于美国的不满，都是因为拜登捌批评美国选举无公正，佮提出制裁。75回奥德加2021年已经是第5遍当选总统。伊伫选举期间加禁7个总统候选人，佮逮捕将近40个反对人士，10万人被逼流亡海外，和美国欧盟联合批评根本就是独裁政权。有40外个国家甲组织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尼加拉瓜政府宣布要甲中华民国断交，是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进前驻外官员就讲，尼加拉瓜可能是因为经济关系滑向中国，甚至有可能是要向美国来表态。尼加拉瓜断交了后，敢会影响到咱的邦交国呢？有人认为讲，若准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对抗中国，应该袂有国家继续甲咱断交。de la República de Taiwán que nos acompaña. 2017年，尼加拉瓜总统奥德加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受邀参加。迄当阵，奥德加也阁讲蔡英文是台湾共和国的总统，也捌讲要来台湾访问。也毋过4年过去啊，奥德加毋但是无来台湾访问，也阁先宣布甲台湾断交，就随甲中国建交。正大赛调人表示遗憾。讲尼加拉瓜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才甲中国建交。第4任总统，所以国内的反对派的声音呢，这个一直不绝于耳啊。那么他可能在经济方面，他也受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也希望在他们尼国内部的经济面的，希望能够稳定住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对尼加拉瓜是不是有些经济方面的诱因？我想也不会出人意外。奥德加长期以来甲美国关系拢无好，再加上这边尼加拉瓜大选的结果，美国宣布要对尼加拉瓜制裁，双方关系是更加歹，和中国有机会打入台湾的外交。中国大陆送给民主峰会最大的礼物，因为台湾受邀参加，所以说他趁这个机会，等于算，而且也做给美国看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时机非常恰当，我们台湾根本就没有很努力的在经营跟尼加拉瓜的关系啊。现在美国是反中仇中很厉害，一切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外交的发展的，美国能够帮忙就帮忙，但是在尼加拉瓜这上面的帮不上忙，骨牌效应我想并不很大。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对台美关系是一大打击，甚至牵动台湾甲其他友邦国家的关系。前外交部长田建林认为，以美国出手稳定洪都拉斯甲台湾邦交来看，认为引起骨牌效应的可能性无悬。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后礼拜六就要进行4大公投啊，哪天拢是赶紧出来催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伫各地头用宣传车伫顶头宣讲，这个公投甲公职人员的选举是无啥共款哦。伫12月18投票迄天也是会当宣传，不过要注意规定哦，上无要离投票所30公尺远。4个不同意。12月18就是4大公投投票日，民进党继续是全台总动员为公投无同意票来催票。台北市党部主任吴怡农甲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林辉鹏到滨江市场来宣传，希望少年朋友出来投票，也好由公投的讨论转来到理性的辩论。这一次公投的讨论回到理性的辩论，不要有政党之间的斗争。我们希望一切的讨论、一切议题的了解都回到专业跟科学的基础。公投票每一项4项都同意。拼公投，国民党也用尽全力，党主席朱立伦来到归人，徛伫车顶4架车来宣讲。结果南下到台中南投，一天来连赶3场，要争取上大民意来支持4个拢同意。不过传出党内不满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不愿意对公投表示态度。朱立伦强调，卖互利用煽动去了。
分别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公投的支持，我们不用被见缝插针，也更不要自己造成困扰。那国民党甲民进党拼场，赞成甲无赞成的也积极来宣传，甲公职人员选举无同，在18投票日迄天会有宣传的活动。不过要注意规定，嘛要离投票所30公尺外，另外嘛要防止声音的干扰。借由扩音器或扩音设备播送、放送声音的穿透行为，已经进入了投开票所4周30公尺以内时，恐以达到妨害或干扰乱投票的程度。中总会解释宪法第147条也规定，妨害也是扰乱投票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15000块以下罚金。另外，由今年4大公投因为疫情的原因，延后来投票，所以讲投票权年内年龄的资格依然是原定的8月28进前满18岁为主。初步统计有19882378人，不过最终的确定人数会在10时依法来公告，这是公投法定标准的基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厝是一直起，这厝价也是一直起，不过民众却是买袂起。内政部通过修正草案，要限制新厝的买卖，禁止新建案或者是新厝随转一手卖给别人，违规者上当会当关到3年，罚5000万。新建案若准备解除契约，第30天内也要申报。另外，要检举奖金的制度，防止有人一直被查办。大门一拍开，民众都全部挤入去，都惊上万买无。这是台南仁德区的一间建案接待中心，设备接备有受建案出现民众规暝排队抢房的现象，引起台南市政府的注意。为严格拍有售厝插座，内政部推出修法，包含全面禁止有售厝甲新厝换约转卖，严格处罚插座人上悬应罚5000万。若是有售厝解约30天内也要申报，另外也管制司法人买厝5年内未当转移，搁建立检举奖金机制。投资客炒房团其实真正的获利管道或模式，就是透过换约的这一个机制，来达到它获利了结。那如果说我们让这个市场存在着非常容易用非常大的财务杠杆，可以来做投资炒作的一个机会，那显然已经失去了这个市场建立的本意。花建群表示，有售市场有合理的运作模式，不过说好有寡人利用做插座的管道，无希望这问题继续恶化，所以要做必要管控，安定民心，稳定市场。不过对这摆修法帮助真贵。内政部明令禁止有售厝换约，未来有可能会互买卖化名为案，转嫁大兵下骹，恐惊互市场的乱象更加严重。我如果是用简约的方式，可以把房子做处理掉，因为就它可能会有一些自价的案，就是只要有买方愿意去负担那15%的购物总价部分，我还是可以顺利把房子处理掉。陈吉明表示，未来限制有售厝换约上路了后，买厝人若违约反悔无要买，也是要赔总价15%的违约金给建商。最后输的人不一定是建商。花建群表示，会提出配套，包含降低违约解约者的处罚的标准，也希望这个会期应将修法送入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伫河台生态地7家湾客溪底安一叠水中的卡梅拉，民众用手机扫 QR code， 就当看到台湾的国宝鱼河台伫溪底游来游去啊。民众来7家湾溪看鱼平台，拢是要来看国宝鱼轮班。只不过有当时天气也是路头远，无一定看有。只不过最近看鱼平台加一个 QR code， 只要摕手机小扫者，就会当看到国宝鱼来到眼前，真清真明，水还是减少，拢看现现。至少我们蹲在这里看不到的时候，有实境的感觉，那你就有临场感，就可以知道原来樱花郭吻龟躲在底下做了些什么事，蛮好的啊。而且随时都可以看得到，要不然路过就觉得很遗憾，只看到水在过，游来游去，这游来游去，对，很清楚啊。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2019年捌调查文班野外族群的总数量，渔丁总数头一遍突破1万尾。2020年底最新的调查，佫增加差不多2000尾，达到12587尾，再一次创新历史纪录。国宝鱼的族群会当自我生态，保育的方式有效，为着让民众会当进一步了解文班的生态，雪管处决定伫7家湾溪的水源头深潭内设追踪摄影机，民众扫 QR code 也是点选官方的网络连结，就会当网络直播看鱼丁伫水内游，也是溪底变化。户外就常常有因为环境问题，比方说天候因素，那我们管理处就思考这个问题，有了目前可以从扫 QR code 就可以看到樱花国文龟在水中的实境秀。雪管处强调，目前先伫看鱼平台定点示范，内做民众反映好，未来有可能规划其他地点，分享7家湾溪更较多元的生态系，让社会会当重视河川环境保育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吞噬全世界，各国拢赶紧甲民众注疫苗。美国 FDA 伫初9通过紧密授权，批准16岁、17岁少年囡仔会当注第3弹疫苗。另外，澳洲也宣布讲，对明年1月70开始，要甲5岁到11岁囡仔注疫苗。伫澳洲的斯洛伐克，因的注射率是真低，政府即马也要用奖金来请60岁以上的民众来注疫苗。这奖金差不多是新台币9500块。I say to all of you, you got vaccinated 6 months ago. Get your booster right away. 辉瑞 BNT 药厂公布第3弹的加强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有效。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民众赶紧去做。另外，伫初9，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通过紧急授权，批准16、17岁青少年用注辉瑞 BNT 第3弹的对加针。We've seen that people who've been vaccinated several months ago, more than 6 months ago, have that waning immunity, and we're facing a variant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require more immunity to be protected. 其中，澳洲已经将最新疫苗注射率上悬的国家之一，16岁以上民众已经将近9成自愿2弹，12到15岁青少年有大约7成是愿境来注射。另外，澳洲政府宣布，对明年1月70开始会开放更加细汉的囡仔来注射疫苗。Based on the best possible medical advice through the TGA, that will be extending that vaccination program to 5 to 11-year-olds and giving parents the choice. 另外，伫澳洲的斯洛伐克，国会在初9批准一项新的计划，60岁以上的人注射疫苗，上悬会使得到300块的欧元，相当大票9500块。Dobré peňažky padnú vhod, nehovorím, že nie, ale ako nie preto. Také nemocnice, lebo detské domovy by si to zaslúžili viacej. 到即阵为止，斯洛伐克只有大约46个人是愿境来注射，比后边平均在69%较低。不过，国内疫情继续来清悬。对于1月25开始，全国进入封城的状态，政府希望经由发放奖金提悬注射意愿，不过是有效也有待观察。公视新闻王票本编译。墨西哥伫初9有一台车是规车甜甜，拢是中南美洲移民的拖拉机，印度对瓜地马拉的边境离开，入去墨西哥的边境，可能是因为这车驶了伤过紧，去弄到天桥边啊，规台车是冰车，而且这车顶有100多人，目前所知影的有54个人死亡。救援人员伫变形的卡车内，着急甲吊伫内底移民救出来。车外路边围徛围坐，这会受伤的移民拢伫等待送医，也是包伤口。墨西哥当地初9，一台载上百个中美洲移民的货车，伫边境城市恰帕斯州弄到天桥的桥头刷冰车。las personas que veníamos dentro y en la vuelta nos fuimos todos y de plano el tráiler no pudo retener la fuerza de las personas, el peso, pues nomás ya se volcó ahí. No, tengo el brazo roto, fue el tipo que habló contigo. Yo no quiero matarle. 发生事故的地点伫离开瓜地马拉边境前往恰巴斯州首都半路，因为当年拢有几60万的中美洲移民，为着闪散车甲暴力，想要闯过墨西哥去美国。好亲像伫闯过边境了后发生意外。CNN 报道，这个冰车事故造成包括瓜地马拉甲洪都拉斯的移民，至少54个人死亡，另外105个人轻重伤，其中有3个人伤势不加严重。Pues venía a exceso de velocidad, eso sí me manifestaba uno de las personas que llevábamos. Y pues bueno, lamentablemente pues ahí está el resultado, ¿no? Pero de todas las edades,
pues bueno,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ya tenemos decesos y bueno, ahorita hacer las labores de conteo, de levantamiento。对这个事故，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伫推特顶悬表示痛心遗憾。啊，尔恰帕斯州长艾斯坎东也已经下令为伤者提供即时的医疗救援甲协助，并且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有一团律师甲人权专家所组成的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族法庭，提告判决中国伫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下毒手，犯着种族灭绝罪。不过，中国根本就无要紧这件代志，甚至佫呛声讲，这判决只是一张废纸而已。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族法庭伫催告判决，中国政府伫咧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甲其他少数民族犯种族灭绝罪。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heard in public,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PRC, by the imposition of measures to prevent births intended to destroy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as such, has committed genocide. 法庭讲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国当局犯强迫绝育、性侵、奴役、扩大性交、强制遣散等违反人类罪，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其他的中共高层，拢对新疆发生的代志有责任。移居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贾福听到判决的结果讲，这互世人更加理解因的处境。这么全世界拢知影有种族灭绝的代志。Daha fazlasıyla hak ediyor şu anda Çin. Şu anda bu sadece soykırım değil, yok etmeye çalışıyor. Tüm dünyadan silmeye çalışıyor bizi. Sonuçta yani Çin'in bunu yani Pekin'den parmağı onun olmadan, Çin'in izin olmadan olduğu zaten aşikardı. Onu bunlar kanıtlamış. 这个民间法院是流亡维族上大的代表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请求下，2020年9月由9位律师加人权专家组成。虽然无任何政府支持加关联性，也无权力制裁或者是惩罚中国，因过希望公开呈现中国对维族种族灭绝的证据，迫使国际采取行动。对所谓新疆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审判，性质极其恶劣。 做法极其卑鄙，手段极其龌龊，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诬陷案。所谓的最终判决，就是废纸一张。在此同时，一名维吾尔族人催告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头前抗议，要求中国停止对同胞的暴行。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莎强调，这边的判决正关键，希望联合国加世界各国依照国际法履行义务，阻止种族灭绝，并且追究责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美国电视影集《嘻哈世家》内面的查甫演员杰西·史莫里特，2019年也讲白贼，甲警方讲家己受到种族歧视受训攻击，后来却互人发现讲是家己假善假德制作话题。陪审团车认定讲，这史莫里特5项罪名成立。 39岁美国非洲的公开承认同志身份的男明星史莫里特，2019年家己安排遭受种族歧视、受训同志的攻击事件，经过2礼拜审判，最高陪审团认定伊被控的6项行为不检罪名5项成立。宣判后，史莫里特拢无讲话就离开法庭。Mr. Smollett had faked a hate crime, and then lied to the police about it, and then compounded his crimes. By lying to the jur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trial and insulting their intelligence. 史莫里特2019年1月报警，讲伊暗时伫咧芝加哥徛街外口，互2个黄面的查甫人攻击，讲因利用种族歧视甲受训同志为骂戏，抑个大声喊川普的，互美国再一笔伟大口号。 好代志看起来敢若是别人至上主义者的恶行，引起舆论的批评。不过警方调查了发现疑点真多，原来是史莫里特自导自演，抑阁查到伊付$3500，正一对兄弟对伊假攻击，拢是为了要炒新闻，有关家己拍片的介绍。不过史莫里特无认罪，律师讲会上诉。 We obviously respectfully disagree with the jury's verdict. The verdict is inconsistent. You cannot say Jussie's lying and Jussie's not lying for the same exact incidents. So we feel 100% confident that this case will be won on appeal
伊哋南州各个准法庭会伫明年1月底举行判决进程的庭审，了才会正式宣判。徐某里头所犯的罪名，每一项上重拢会当判3年。不过专家认为，掠起管的机会无大，应该会反映附带一定程度的社区服务。公司新闻是为中编译。中建院有一位已经离职的查某研究助理去挖到武汉肺炎，而且已经做过2档莫德纳疫苗啊。敢是实验室内面做病毒研究的鸟鼠界加着伤再感染着呢？台北市长郭文德认为，目前全世界也无有动物喂病予人的案例，应该是对实验室传出来的。目前台北市要甲94个接触者考起来，80人做 PCR， 目前是阴性。新北市的部分也考66个人，44个当日居家隔离。另外，这个个案伊的男朋友目前检验也是阴性的。中研院南港 P3 实验室的女助理研究员确诊感染Delta，和本土连续35天家庭破功。按1.86是25岁女性 ，CT 值15.17，疫调了考虑94个人居家隔离。目前80个人 PCR 检验结果是阴性。包括中研院的职场66位，台北甲新北拢有33位，非职场接触者28位，几落人是转外县市居家隔离。伫初十疫调了，各增加10个人做伙食饭的名单。伫台北市有6个人被考虑。这位女研究员捌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伫实验室内边捌2遍，和确诊的鸟鼠咬到。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数据看起来并没有新冠肺炎从动物传到人的案例所以也许更有可能是实验室在处理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外泄事件，应该把全台有在做这个，要全部先清查一遍。郭文德认为，按1.86第11个日内有扫的症状，就应该是做 PCR 检测，阻断疫情的传播，无应该四处跑跑走。讲管理训练有问题，而这14天的卡列真复杂，遍布湘北。台北是以南港为主，几日便到即云的南港站、东门站，也去过台北车站甲京站。其中伫初7下昼，坐公车306甲拿21。市府希望伫这段期间有坐这2班公车民众赶紧来做体检。伫新北的卡列以实质为主。去过远雄矿场、牛排店、便利商店甲药妆店，新北也赶紧考虑接触者66位，居家隔离44人。女性研究员的男性友人住在一起，他的采集是 PCR 是阴性，扩大框列跟裁剪的过程当中，又有新增的阳性个案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开始采集，规模缩小。如果越往下走，我们看到整个状况，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必要的时候该停止，我们就会停止。因为年底活动真多，侯友宜讲，若必要应该停就随停来。郭文德是讲，若是这2-3天有出现不明的病例，包括跨年暗会、台北灯节甲促销活动，拢爱停来。台北市政府也已经启动做第3剂疫苗，要求病院、经销甲环保等单位拢爱做。记者综合报道。中研院出现感染病例啊！南口的中基病院表示，这披萨实验室是专门做病毒研究的，若准有照 SOP 来行，伫实验室喂到病毒的风险是平伫社区搁较低。上界重要是实验室的防护衫，无论是要穿起嚟，或者是要脱落来，拢是袂当绑到病毒，才会造成感染。穿防护衫、防护帽啊，N95吹暗甲简单，所有防护装备准备好啊。2人编制一组，才进入披萨实验室展开研究。南口中经病院表示，披萨实验室是操作危险、生物安全等级的特定实验室，专门做病毒研究。那人员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SOP， 其实伫实验室染疫的风险比社区搁较低。PPE 的穿戴必须要非常的确实，完成实验之后呢，它脱除 PPE 的流程。那所以其实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模拟的，比如说我们会喷荧光剂在这个同仁的身上哦，那确认他在整个脱 PPE 的过程中呢，他最后他的手上不能沾黏任何的荧光剂。中间研究团队表示，实验室每年都会做紧急应变演练，参加实验室人员也爱接受严格完整的训练。
万一伫实验过程装备有破气，或者是技术造成污染，拢会马上通报。而且研究结束了后，废弃物也要彻底消毒。每一个团队完成实验之后呢，都一定要彻底的消毒。那而且P3实验室基本上同一个时间，我们只允许一个团队进去。研究团队强调，实验室人员因公是完成做2剂新冠疫苗，而且定期接受 PCR 体检。实验室内底要安装16支录影监控设备，让院方能随时掌握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尼加拉瓜宣布要甲咱断交，也因为咱台湾伫2006年有甲尼加拉瓜签订 FTA， 双方长期以来拢有农业、医疗等33项合作。根据统计，台湾是尼加拉瓜伫亚洲上界大出口国，不过咱出口到尼加拉瓜的物件却是真少。就学者认为讲断交对咱的经济破亦是无啥影响，颠倒是尼加拉瓜无法度得到台湾的帮助。尼加拉瓜自大使馆面册到暗时，才抛出初次举办的中南美洲海鲜牛肉采买成果发表会，代表两国友好。不过隔天就宣布甲咱国来断交，因为真侪民众不满。而活动主办单位的台南市长吴伟铁也怨言，讲尼加拉瓜安尼起起倒倒，会交无真正朋友。尼加拉瓜过去也曾经跟台湾断交过一次，所以说这次是2次断交，所以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其实是交不到真朋友的。台湾甲尼加拉瓜一条合作案，包含农业、医疗，也有商业经济等33项。以农业为例，台湾北派技术团到当地来指导农民发展，并且提升对外栽培技术。断交了后，相关的合作恐惊面临终止。我们还是有一个贸易的逆差情况。断交之后呢，就表示说双边产业合作等等的话，或技术资源就终止了嘛。虽上，台湾是尼加拉瓜出口亚洲的第一大市场，大约是1亿4千万美金。不过，占台湾2020年全球进口总值是非常少，出口贸易相关占比也增加。台湾对尼加拉瓜累计投资金额也无悬，加上两国2006年就签订 FTA， 中经院认为断交对台湾经贸冲击是真水。那个几乎是0.000几的一个比例了啊，所以就算断交之后贸易完全停摆。可能，即便就是在统计上或者在真实感受上，都不会有什么差别。以现况来看，断交对咱国影响是外交大有经贸。李顺认为，台湾在外交上处在无好的情势，政府无得甲应该在经贸上找到更加多伙伴来支持，确保台湾袂在外交甲贸易上拢真侪国际孤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143名尼加拉瓜的留学生，教育部表示有53名留学生会因为尼加拉瓜政府宣布断交，还因学业受到影响，是因为这寡留学生拢是摕外交部的奖学金来台湾，这奖学金若准停起来，恐惊害因是无法度继续读册。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尊重外交部的决定，也无论讲这奖学金是有也是无，拢会申请大学来协助这寡学生维护因的受教权。谢谢在中东，谢谢台湾。外形真好看的尼加拉瓜驻台大使李米娜，去年10月才拄啊到任，捌互真侪网友讨论，连团大学国际学院毕业的伊，其实都是得到台湾奖学金的受奖生。不过，向阳宣布断交，才得到外交部提供奖学金来台湾读册尼加拉瓜学生囡仔，恐惊面临奖学金中断的命运，想要继续伫台湾读册出现变化。Do we have anyone from Nicaragua in our class? Please raise your hand. 向阳断交，互尼加拉瓜的学生囡仔感觉意外，处境也感觉真解救。大部分的学生囡仔无愿意加讲，联团大学今年收10个尼加拉瓜籍留学生，其中有7个领奖学金，恐惊受到影响。因为学校是讲会维护学生囡仔受教权，协助因度过难关。这些学生我们会先安抚他的心情，然后告知他在这一学期一定要把课业完成。后面其中我们也会再继续辅导，看看学生是想要继续的留下来在台湾读书，还是要回到家乡去。根据教育部统计，109学年度尼加拉瓜伫台湾大专院校学生囡仔人数拢总是143人，其中正式伫台湾修读学位的有84个人，侨生5人，华语生54个人。有外交部提供奖学金的53人。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教育部会请这些大学或者学生囡仔必要的协助。不管有没有获得奖学金，那教育部一定会请我们国内就读的各大学能够尽力来给这些学生做必要的这个协助，想维护他们的受教的权益，也希望他们的学习不要受到影响中断。各大学
学拢发表声明，经过初步了解，这个领奖学金的年国学生囡仔，成大有7个，大科大5个，师大8个，台大有1个。校方面要进一步了解状况了后，予因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3姊妹拢去治疗远端筋肉无力症，这病症是类似渐冻症同款。其中大姊的症头是上介严重，无法度家己来生活。这个大姊有一个心愿，就是坐伫轮椅顶头，互人洗头。顶个月，伊的小妹也开一间无障碍头毛店，替大姊达成心愿啊！也希望社会会当看重身障者的需求，提供无障碍服务。坐伫咧轮椅顶头，唔免刷来刷去，就当洗头、染头脏、吹头脏，得到罕见疾病32档嘅花经营，行动生活拢按客人斗3工，最近总算完帮。替伊完帮嘅是细汉小妹马凯妮。我的姐姐又需要被24小时照顾，所以她就选择要入住护理之家。那在登记护理之家之前呢，她就跟我说，她想好好的洗头，就因为这句话。那我就开了这家店。马凯尼讲，厝内3个姊妹拢发病，这种疾病叫做远端肌肉无力症，加渐冻症正共。上严重的是大姊，发病32档啊，生活拢爱人照顾，也捌想过要安乐死。有一天，大姊甲伊讲，正想要坐伫咧轮椅顶头，唔免刷来刷去就会当洗头，所以马凯尼就决定要开这间无障碍沙龙，替大姊圆梦。首先门口就会有一个玻璃门，然后又有台阶。那就是说，可能他们的助理没有学过如何对待轮椅族的朋友，就很感动啊！觉得说，就是终于有人可以不用离开那个轮椅啊，就可以洗头。马凯尼讲，伊家己也是身障者，会当体会到一般的沙龙可能遇到空间或者是服务无友善的情形。希望伊这间店会当互更较侪工业底做，服务更较侪身障朋友。伊的店内也请一寡新住民，也规划培训身障学员，互大家学到技术，生活较好过。记者综合报道。身障者是真好找到适合的头路。新竹华冈教育院对1990年开始举办社区家园计划，提供学员伫社会学习的机会。即阵伊也举办感谢活动，感谢有民间企业甲因斗支持。大家好，我叫戴良志，今年32岁，在6家加油站上班，收费洗车打高压。认真伫加油站帮人客洗车，服务态度大家拢和乐。客人伫餐厅负责洗菜。这阵来自华冈教育院的学员，透过社区家园计划，提供亲像家庭同款的生活机会，协助因在社会中就业。多做代位跟清洁，还有就是服务客人。跟客人应对。他们平时很努力的做，甚至有时候加点班，像餐厅都可以到1个月到3万多以上哈，所以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学员。专家表示，透过上班的方式，会当让身障朋友学习专业，住在一般社区内底，嘛通让因直接接触民众，对因真有帮助。不仅是有工作，他们对跟别人的那个交往，那或者是说对专业的精进。对于他的所学专业跟别人的分享，然后融入社区，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认为身障者的就业、社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提供就业支持及生活的支持，借此让身障者及家属能够安心。中心办感谢活动，多谢过去一直支持的企业，希望未来会使继续透过社区家园计划，为身障者开创另外一条新的道路。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虽然讲咱国内疫情渐渐稳定，不过有真侪民间的活动也是受到影响。亲像歌仔戏，伫咧大日时啊，本地是爱疼病演员拍破锣。不过疫情过后，强标请戏的意愿却是无悬，这戏路差不多恢复6成尔，甚至有演员早就转道做别行啊。致使戏班铺戏出来，却是调无够效。中昼伫后台无用化妆，就用拄则对高雄拼来的台南玉井。其实伊暗班才做煞，休困一下，就准备下晡要演出。阮做戏，譬如讲，阮9点10点就煞嘛，9点10点煞，啊物件收收的转去，
我若有会付，我就上12点的；啊，若袂付，我就是上1点的。啊，师傅帮我下山，就叫我来遮求圣道，以后咧会当帮助皇上料理国政。除了是歌戏演员，伊一当前开始伫大卖场夹菜做收钱人员。虽望即马疫情转好，伊无想要放弃卖场的工课。疫情还袂完全消落来啊，所以人嘛是会惊啊。而且即马请戏的庙的有的时阵嘛是会讲，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无请戏啊。陈祖婷是民欢园生殖团后场的乐师，伊共款有另外一个工课，咧走客停车。安全带。疫情期间，伊捌去驶火车送南北货，度过无戏通做的3个月了后，伊决定倒转来这图。3个月做了，其实介有心得，头家嘛是有意思要甲阮继续留。嘿，啊，毋过咱实在是对咱的本行，咱老本行，咱实在是对太过热爱了。阮介意这种生活。陈祖婷讲，伊毋若做歌戏，嘛会接其他演出，加上兼差，生活阁会当过。毋过同行有人决定转业。就我知影，就大概有2个吧。伊入去职场了，就无转来。有的演员就是为着生活嘛。啊，伊就是爱去找工课嘛，找一寡临时工啊、工地啊，啊无就是做人的这种清洁，啊有的就是直接食头路啊，伊就直接食头路，伊就无出来做戏。北仙国剧团嘛有3、4位团员，伫疫情期间转业，剧团欠人，就爱靠别团支援。其实7月底3级警戒解封了，真侪剧团到当才恢复6成演出。毋过经过这波疫情，更加体会做戏无稳定，大家拢真珍惜有戏通演的日子。记者邓亚文、赖伟做综合报道。伫咧土耳其有一个古城，因为这巷仔路伤过下，粪扫车是驶袂入去。这100多年以来，拢是靠利亚来载粪扫。这利亚一天上班8点钟，也有专门的医生伫咧甲因照顾。暗时要困之前，佫会放古典音乐互因听。逐工透早，每一只驴拢配一位人为的清洁工要开始工作，引起家己的管区维护社区清洁。涂骹扫起来土粉粪扫，就装伫咧驴脚只边的地仔内，搁着驴伫即寡石头的楼梯爬起爬落，一个人一只驴互相合作，配合甲正密。伫咧土耳其南部即个古城马尔丁，拢是靠即寡驴伫咧收运粪扫。Ama yüzyıllardır bu iş merkeplerle yürüyor. Dar sokaklarda veya da merdivenli araçlarla biz bu işi çözemediğimiz için daha evvelkiler de aynı merkeplerle biz de merkeplerle devam ettiriyoruz. 马尔丁市古城区是靠山，会当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市府这期特别的驴仔清洁队总共有40多只，每一只拢根据伊的外形甲特征改号名。逐工自透早6点做到11点，中休困3点钟了，搁自下昼2点做到6点。8点钟的劳动换一天的温饱。最近大家真注重动物保护意识，有人主张废除用驴仔载粪扫。市府强调，因有请兽医，也有专人甲因照顾，食甲真好，甚至也会放音乐给因听。Zaten biz burada müzik sistemi kurmuşuz. Yani akşamları 1-2 saat müzik sistemi var içeride. Klasik müzik, ondan sonra Türk halk müziği, bazı müzik türleri var. En çok hangi müziği seviyorsun? Beethoven. 这款驴差不多6岁开始加入清洁队，一直做到14、15岁退休。有正式的退休典礼，也有规大半的时过甲因招待。退休了，住伫咧动物之家。马尔丁的历史会当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伫咧20世纪初，当地人用驴载茶甲煤炭灰，即马无烧茶就改运粪扫。旧城区6万的居民，逐工拢制作10万吨的粪扫，一场进前8引进小型的机具来载，然而效果无好。伊相信这款驴是维持古城美观清洁的必要工具，而且环保佫无污染。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在观众朋友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明仔载全台湾各地头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的天气是多云到好天，东部地区会落地阵雨，大台北地区也是有机会落地阵雨，请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家人到新竹是对18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